沈騰啊幾犀利啊，超過幾百億。而家開心麻花一統天下，咁但係咧嗰個影響力咧就冇我同周星馳同阿達叔嘅無厘頭動作喜劇影響咁深遠。開心麻花咧就係對白係嘅，但係周星馳、李力持同阿吳萬達咧，我就係動作喜劇。所以你講唐伯虎，你記得嘅每一個場面都係動作嚟嘅喎。所以咧，同嗰個開心麻花嘅語言係咧，就有一個咧係比較明顯嘅分別。後來你哋兩個點解唔再合作咧？冇咁啊！周導演拍完《少林足球》之後，佢要做導演啊嘛，咁咪俾佢做導演咯。咁啊，到而家嚟講，我諗即係我同廣大嘅群眾一樣咯，好希望周星馳能夠幕前演出啦。夾唔夾呢啲作品定奪啦，係嘛？即係都係嗰句啦，希望阿星爺趁而家年青力壯，仲表演到嘅多啲喺幕前嗰度表演我都係佢粉絲。